我諗係覺得啲時間好似成日都唔夠用咯。隨住時間嘅沉澱，我而家覺得喺我嘅人生裏邊，可能未必淨係工作啦，咁更多係希望可以生活去感受多啲。我諗我永遠唔會忘記我第一次企上舞台嘅感覺，咁呢個感覺係好難忘嘅。時間帶俾我冇預料到嘅自由，係 travel 咯。時間係自己掌控嘅。如果今日我可以睇返15歲嘅自己，我會覺得哇，俾心機。而家呢一個階段嘅你係不停咁吸收，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嘅話，除咗學唱歌，你學多啲嘢添啦，令到我嘅人生更加豐富。